哦，这个毛利人，毛利人，哦，这毛利人对着镜头，哦，对着镜头表演，动作都很棒哦。毛利人对着镜头吐舌手，吐舌头招呼呢。毛利人很特殊，对着手机镜头表演吐舌头的是一种招呼哦，很热情。蒙古的人，哦，还有蒙古的，哦，还有蒙古服装也很特殊，这个民族服装哦有特色哦，对着阳光就变黑色。Nice, nice, nice. Welcome to, welcome to Thailand. Sydney, Sydney. Welcome, welcome to Thailand, Sydney. Oh, nice, nice to see you. Oh, 嘿嘿嘿嘿，阿卡西阿卡西啊嘿嘿。